另外，這架車禍可能就是駕駛啊伊發病所造成。這是台中市南屯區，來看這個車禍的現場，先去啊弄去對面，弄了啊，佮對後邊佮弄着另外一台，總共3台車弄做伙，3個駕駛攏受傷啊。但是啊，無講介嚴重。即馬來調查。去共弄啊！這個駕駛伊無啉酒，嘛無試毒，但是可能是這個陽痿這個症頭發作啊，規台車啊，才總去撞到頭前啊。被小轎車去互另外一台正向的修理車弄一個，規台車互弄甲對向車道路邊，吊隨修理車車頭嚴重毀損，也有車殼吊佇咧晃動的轎車頂懸。車禍發生後，一個女子對修理車的副駕駛坐落車。規粒安全氣囊已經崩潰，駕駛佇車頂頭殼受傷，救護車緊將人送病院。車禍發生佇台中市南屯區中興路昨暝7點多，白色的修理車正向弄到轎車，佮弄到另外一台義務，弄甲真大聲，也驚到附近的居民。問路人有沒有那個可以幫他止血的東西？他一直在尖叫。我說看，就問旁邊有沒有東西可以拿東西給他，幫他止血這樣子。他頭有流血就對。對啊，好像昏迷了。肇事駕駛是27歲姓鄭男子，賽車時疑似是低保點壓起來，才失控衝動。那家己也有轟隆的2台車駕駛也攏受傷，加在3個人攏無性命危險。已收集相關事證，後續釐清原因及肇事責任。初步了解，姓鄭男子無食酒也無食賭，過去也無毒品的前科。這件車禍造成2台車嚴重毀損，詳細肇事原因，警方也佫咧調查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